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！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。本集由今日头条赞助播出。在小妖们的心里，唐僧肉就是头条，你关心的才是头条。舌尖上的唐僧。长治2年7月4日，师傅问：天下美食何其多，你们最爱吃哪样？我想，除了鸡胡子炒豆饼子，那就一定是天下第一鲜了。大猫？啥大猫？玉皇大帝就玉皇大帝，大什么猫？王母娘娘？你疯了！王母娘娘又不是玉帝他妈，这能管得了玉帝吗？那王母娘娘玉帝的媳妇儿怎么管不了玉帝啊？媳妇儿就得管玉帝了。那玉帝听谁的话呀？那你行了，八戒，咱们玩的是斗玉帝，不是你玩那个打娘娘。对呀。行，来接着玩。一个太白金星，你是不是也疯了？太白金星能管得了玉帝吗？那樱花小的时候啊。不懂了吧？真的假的？玉帝，真的假的？等来了，白饭来了，白饭画来了，哎，还挺漂亮，烫秃噜皮了。来，我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没吃过呀。啊，师傅，这个我认识吗？这是产自霓虹那个地方，要上钩。这叫什么？方便面。二师兄会吃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从一个小朋友的手里生生化缘而来的，一般人别说吃，见都没见过。哦，这个东西呢，我早有耳闻，特别的有营养。咱们把它吃进去以后呢，它这个营养啊，在肝脏里面能存留1个月，1个多月。那就是结石也得尿出去了。是啊，你上次女儿国结石不刚排完吗？哎，大家看这，这个上面有一个和尚的头像，我估计是标示咱们可以吃。哎，还真有哎，师傅，你还甭说，这和尚长得还跟你有几分神似呢。是，就是没我的师傅俊俏。八戒。师傅就喜欢你这样，特别诚实。我去化缘不夸奖我。最重要的，吃完以后它能排出毒素，能排出1个塑料袋的毒素。那你吃啊？很厉害的。对呀，所以说这东西我从来都没吃过。师傅，虽然这顿斋饭呢是我花2个小时化缘而来的，但是本着尊师重道的原则呢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师傅和师兄先选，我吃剩下的就行了。你们吃方便面吧。那这合适吗？合适。哎，你们不是吃方便面吗？在肝脏里残留1个月呀！不行，我要争取一下。师傅，如此美味的珍馐佳肴，哇，吃那么快，你们那是嘴吗？哎，吃饱了，你们打牌吧。好，来，叫人。谁先出啊？我先来。1个弼马温。齐天大圣。1个天兵，管上。1个唐僧。不要。你这几个大畜生居然让我吃方便面！不过没关系，只要用心做，什么都是美食。用上好的泉水，再用温火炖煮。哇，先开锅，沸水，加入面饼。好啦，接下来就等到它慢慢的泡开啦。好馋哦，真的好饿啊！哇，好好看啊！再往里面放一点小小的调料品吧。这家伙剩的榨菜，那也行啊，2片榨菜。哇，还有超大的蔬菜包哎！
再用红色点缀一点点颜色，哇，色香味俱全，我的凤甜面成功啦！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我辣椒呢？你的辣椒，我咸菜呢？你的咸菜，我饿了，我的菜叶呢？菜叶，要不你们……好啊。哎，我只是随便说一下，客气一下嘛，有必要这么认真吗？哎呀，你们这帮家伙！老坛唐生伟，哎，一不小心你们犯戒了吧？哎呀，师傅不好，这方便面是老坛唐僧喂的。不可能！哎，不信你看，你怎么真的是我照片啊？而且还这么丑！有人模仿我的面，但绝对不能模仿我俊俏的容颜。老师傅，给你要个说法去。师傅，要不然叫他们用我照片吧。完蛋去！哎，他们要出发了，哈哈哈！我还可以把剩下的方便面吃掉。哇！怎么会就吃光了？怎么会？哎，师傅，等等我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唐僧街，哎呀，猴哥认字了，师傅名我能不知道吗？哦，不错啊。我们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，把我的照片换回来，否则谁也出不了唐僧街。行，师傅，那咱往这边走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写着呢吗？往这边走。咱这师傅你惆怅了，多读点书吧。大白痴，大白痴，大白痴！我不信你扔个鞋试试。哎呦，哎我看，哎呦，唐僧美食街。呀，唐僧肘子，将唐僧肘子毛刮洗干净，顺骨缝划切一刀，然后放入高汤里煮。捞出来时候啊，你别念了，别念了。我这天天脱毛哪有毛啊？再说你，哎呀，我胳膊肘不得劲儿。哎，师傅，这还有呢，你看唐僧脑花，菠萝唐僧肉，哎呀，泡椒唐僧爪，火爆唐僧腰花，师傅，一身宝啊，一身，哎呀，不行，你别说了，你告诉师傅，就这上面，师傅还有剩下的没？师傅，你还剩一副牙，师傅，要不咱走吧？这条街我估摸着全是妖怪，咱进来干嘛？咱注册商标咱不要啊？那不行啊！注册商标可以不要，但是照片必须得给我换喽。再说了，有你大师兄，你说你们怕什么？这天天拿个棒子上那个天庭，咣咣咣咣！哎，师傅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好虎架不住一群狼，好汉架不住闹洞房啊！我这施展不开，人太多了，棒子。你别说话了，你这样你听我的吧，好不好？咱就走。你别，我看谁敢惹我。不行，师傅，想想，哎，老山，你也跟着，这样啊？哎，猴哥，你说这个唐僧肺片，这个肺用什么肺做的呢？猪肺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，摩擦摩擦。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我的家园呐！哎呀，你看现在的街头流浪艺人唱的多好呀！哦，是副将啊，我们还有盘缠吗？二师兄，就这么点吧。给他送去。师傅啊，他一看就是个骗子，你忘了武装观那个老……哎，这个眼神。老先生，谢谢。哎，唱的是真好啊！哇，刚才一听我就感觉回到……给我！哎呀！不是，他踹我！哎，吴光干什么？师傅，都放下，这都假你放下，不念了啊！不是，不念了。
啊，行，我不要了。回去。哎，吴静，一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把这位老先生带着吧，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搓切搓切呀。师傅，他一看就是个骗子，你干嘛非要？又是那种眼神。对不起。不用请啊，不用请啊，多谢几位请我这个臭道士吃饭。不知道几位是不是外地来的食客呀？哦，是，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。哎，寻欢作乐啊！不是这样，我带大家去一个地道的馆子去搓切搓切，怎么样？哎，好，走，师傅，这边请。师傅，对是，哎，师傅。哎，那个老先生为什么点了一桌子菜，人没了？不知道。老沙，干什么呢？吃啊！吃什么呀？一桌子荤菜，就有俩馒头还让你给舔了，我吃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那你还舔？阿姐，又顽皮。真不是故意的。还舔？老二您好，还能再给我们一个馒头吗？加菜去吧。先把账结了。来事儿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呢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然后要去往西天。寻欢作乐。Oh my god！对，我们吃饭呢都是结缘吃。哎呀，要不然我这儿有本《金刚经》送给你吧。别闹啊！你结缘点什么菜啊？先把账结了啊，黄金5两。啊？怎么啥意思啊？你这是金子啊，那么贵？再说了，这一桌子菜不是我们点的呀，是那个老头点的嘛。你这是真唐僧肉吗？当然是真的呀！你这怀疑我们店品质是吧？想吃霸王餐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！哎，大哥，过来。来，大哥，给他们讲讲你当年是怎么把孙悟空给打死，取到唐僧肉的。就这么给打死的呗？就这么给打死了，言简意赅，简单而快速，就这么给打死了。来，老大，再给我们讲讲怎么把猪八戒给杀死的。谁呀？不知道啊。大哥都不知道猪八戒是谁？我们大哥每天要杀多少头猪啊？什么猪八戒、猪9戒、猪100戒、猪1000戒、猪10000戒，就给遗忘了。老大，再给他们说说怎么把沙僧给杀死的。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沙僧是谁？大哥早就给遗忘了。原来《西游记》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什么？沙僧只是一个误传，没有沙僧这个人。现在你们知道这桌唐僧肉是真是假了吧？大哥是吧？看着我手啊！嗨，妈！这是啥？罐儿呗。棍儿？这给我。我是谁呀？爱谁谁呗。爱谁谁？孙悟空。各位神仙，小爷永远无视泰山，饶命啊饶命！永远无视泰山，饶命啊饶命！好了，站起来吧。起来吧。各位神仙，实在请原谅小店吧，小店这实在是出此无奈啊！这条街全是卖唐僧肉的，我们店又没有特色，所以才出此下策呀。这下策让我好伤心呢。店家，你看啊，我们呢是出家人，又没有盘缠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留下来帮你怎么样？不敢！你听清楚了啊！我师傅大发慈悲要帮你，高兴不高兴？预备，开始！孙武饭不是一般的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做的，这个米来自我的家乡花果。好，过了。我后面还有词儿没说完呢。过了，没说完呢。过了。你真当我没文化是吧？是。
来下一个，杀无尽啊，无尽准备。来，哥们儿准备，不动，预备，开始。现磨的卡布奇诺才是真正好吃的卡布奇诺，芳香又顺滑。停！导演过了吗？过了。来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，来了来，准备了。好了啊，师傅。反了，师傅反了。对，从那边往左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，OK 啊。来，师傅先来一条啊。预备，开始。不是所有的小龙虾都是唐僧肉师傅，啊。咱们稍微的慢一点好吗？哦，慢一点啊。来，再来一条啊，乖师傅。来，预备，来，开始。不是所有。停。啊，师傅，怎么了你？不是要慢一点吗？师傅，我是让你慢一点，慢男人硬那事儿，you understand？来啊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是。师傅，怎么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吗？你不是要慢一点吗？来，服化道准备，快点弄一下。好啊，来，这次那个师傅你就用自己的状态啊，好吗？啊，师傅来，哥们儿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是所有的小龙虾都是唐僧肉。哎，停，好，师傅，咱们拍一个中景啊，沙悟净你穿了，往下蹲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咬上去再说话啊，师傅，啊，开始，说话。不是所有的小龙虾都是唐僧肉。好，来中景撤，给我换个特写。来说词儿，不是所有的小龙虾都是唐僧肉。停。来，给我换个大特来，就说一声嗷啊，就说一个嗷。嗷嗷嗷。好，收工放饭。我操！我化妆包呢？我这里给你拿一拿。热死我了！哎，最好吃啊！特别好吃！哎，大家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！哎，这位先生，请看啊，上等唐僧原料加第一美味乐中国唐僧肉旗舰店，哎，特别好吃，好吃！哎，来，唐僧肉，哎，吃过，哎，这个先生，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哎，赶紧报名，来，乐中国唐僧肉旗舰店。唐僧街。还是到街里边去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吧。师傅和小龙虾的共同特点就是屁股肉很多。嘿嘿嘿。圣僧哥哥，人家真的好想你。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闷骚，想念你白色袈裟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笑。妹，你也不要再唱的这样寂寞难耐了，你搞得哥哥我也寂寞难耐。这样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好不好？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首先一定要抓住他的胃。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吧，你先烧一锅开水啊，然后把葱、姜、蒜都切段，放到开水里。另外调一盆韭菜花、芝麻酱、腐乳、臭豆腐、辣椒油，自己喜欢放多少就放多少啊。然后把这一小碗的东西倒掉。为啥倒掉？这都不重要啊，最主要的来了，就是唐僧肉一定要切片，切得越……我重说啊，妹妹，这样。
你呢先烧一锅开水，然后把葱姜蒜切段，然后呢调一个芝麻酱。我烧开水，你打我干啥？你拉倒吧！不管你了，这孩子这么把劲呢，你好自为之啊！孙午饭不是一般的炒饭，因为是我亲自做的，大米来自于我的家乡花果山。现磨的卡布奇诺才是真正的卡布奇诺，香滑又美味。小龙虾的制作过程，首先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要高温熏蒸，口感更佳。最后就是油炸香酥啦。不是所有的小龙虾都是唐僧肉。耶！